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麥克森干涉儀 Michelson Interferometer。大家睇一睇呢個麥克森干涉儀嘅示意圖。首先有一束光由呢一個方向射入嚟，然之後中間呢一個係一個呈45度角擺放嘅分光器。入嚟嘅光束有一半會被反射，有一半會透射。被反射嘅光由呢條路去到呢一個位置，呢一個位置係一塊全反射鏡，咁所有打到呢度嘅光都會沿路被反射折返到頭先個分光器嗰度。咁同樣被透射嘅光行呢一條路去到另一塊全反射鏡嗰度。所以所有光亦都沿路折返去到同一個分光器嗰度，到最後呢兩束光重新重疊，然之後一齊沿住呢條光路走過嚟呢一個地方，而呢一個地方就可以擺一個感光嘅探測器喺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一束光一分為二，然之後又重新合拼。大家可能學過干涉現象。依家我有兩束光，佢係合埋一齊，咁會產生雙掌干涉或者雙消干涉，就好似呢一幅圖所示。如果我有呢兩束光並行，而佢哋嘅相位係同一樣嘅，咁呢兩束光佢哋干涉喺埋一齊，疊加喺埋一齊，就會係一束強光。相反地，如果呢兩束光佢哋重疊，但係佢哋嘅相位係正好差180度，咁樣呢，佢哋就會造成呢個雙消干涉。咁原理上呢，我哋呢就喺呢一度呢就見唔到光啦。咁呢一個干涉儀係可以做到以下兩種情況。點樣做呢？其實光究竟係產生呢個雙掌干涉定係雙消干涉？正如我頭先所講，就要睇下佢哋嘅相位差啦。而干涉儀正好可以幫我哋做到唔同嘅相位差。如果第一束光行走嘅路徑同埋第二束光行走嘅路徑係一樣長度嘅話，咁佢哋重合之後，佢哋嘅相位差就係0。但係如果有其中一束光佢走嘅路徑係比起另一束光嘅路徑長啲或者短啲，咁樣呢，我哋就可以做到一個唔係0嘅相位差啦。咁而呢個麥克森干涉儀入邊呢，有其中一塊全反射鏡呢，佢嘅位置係可以調節，前後調節。咁樣嘅話呢，我哋就可以任意調節其中一個光路佢嗰個距離，咁從而呢就會做出對應唔同嘅相位差啦。呢一個就係麥克森干涉儀嘅實物。首先喺左邊，我哋有一束激光打入嚟干涉儀嗰度。咁而呢一束由左至右嚟嘅光束，首先就會去到呢一個分光器上邊。咁有一半嘅光就會被反射去呢一塊反射鏡嗰度，另一半光就會透射去到呢一塊反射鏡嗰度。然之後，正如我頭先所解釋，呢兩束光都會沿路折返，最後去返呢個分光器嗰度。然之後佢哋重合咗之後，就會嚟到呢一個路徑嗰度，
到最後去到呢度呢，後邊我哋呢就會有一個可以探測光嘅器件。咁而喺呢一塊鏡嗰度呢，其實係擺咗喺一個可移動嘅平台上邊。咁所以呢，其實呢一塊鏡呢係可以前後咁樣移動嘅。大家可以再次對比下我一開始俾大家睇嘅示意圖。而家我會首先將其中一個光路擋住，咁而家就只會有其中一束光可以打到我哋嗰個感光器件上邊。咁我哋個感光器件已經連接咗電腦軟件嗰度。我哋睇下喺電腦畫面上邊見到啲咩先。我哋嘅電腦畫面呢一個部分就係顯示出感光器件測到嘅光。大家見到大概係一個圓形嘅部分，係因為嗰個激光嘅光斑本身都係圓形嘅。接住落嚟，我就會將呢一張紙拎走，令到兩束光都可以同時去到個感光元件嗰度，而且我會開始操控呢一個平台，令到佢慢慢移動。咁而家大家睇下呢個電腦畫面呢，右邊呢個光斑呢，就係不斷有光暗嘅變化，亦即係話我哋獲得雙掌干涉、雙消干涉，跟住雙掌干涉、雙消干涉咁樣周而復始嘅變化。咁而事實上呢，喺左邊呢個數字呢，係顯示出嗰個移動平台嘅行進。嗰個移動平台呢，係不斷咁樣慢慢咁樣向前進，令到其中一個光路呢，係不斷咁樣縮減。咁亦即係話，我哋兩個光路之間嗰個路徑嘅差別呢，係不斷咁樣變化。咁而從而導致嗰個相位差呢，亦都係不斷咁變化。當相位差係正好等於波長乘整數嘅倍數嘅話呢，我哋就得出雙掌干涉。而嗰個相位差正好係等於波長乘整數倍數再加1/2個波長呢，咁呢我哋呢就會得到雙消干涉。